準備，黃旗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奔放咧就應聲彈出都相當快閘啊！響佢入邊呢，有粉紅帽嗰隻就優才嚟㗎，中間紅衫紫色眼罩呢，有君子傳承外邊走上去啊！綠衫橙帽係型好威風啊！最出紫色衫就紫荊傳令啦，馬林中間黃衫藍帽呢，仲有當年情啊！頭一陣嘅馬啦，出邊啊極光之子啦，馬林中間仲有星架啦，內欄灰馬堅有利啊！尾五藍衫青雲龍區啊，尾四中檔有安可入邊愛心神區係藍白格仔衫嘅，尾二位置係風神啊！暫時殿後火焰閃爍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14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奔放嚟㗎。跟住喺第二位型好威風啊，第三位埋邊有優才啦，中間係君子傳承啦，出邊走咗上去喎，極光之子啊望空咗啊，後多浸當年情內欄灰馬堅有利，中間升價，大約尾六到啦，紫色衫大面箍呢就係紫荊傳令嚟㗎。後邊嗰5匹馬愛心神區係藍白格仔衫嘅，中間尾四係安可，出邊風神響尾三嘅位置啊，後邊兩匹馬青雲龍區暫時殿後仍然係火焰閃爍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啲1000米段柱啦，接近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奔放嚟嘅，後邊嘅馬有型好威風優才，出邊極光之子，中間第5位呢紅衫就係君子傳承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出邊有當年情啦，內欄灰馬堅有利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就安可啊，中間夾住仲有星架響出邊，紫色衫大面箍紫荊傳令啊，尾四內欄愛心神區啊，尾三就風神啦，後邊兩匹馬青雲龍區掟大外檔啊，係火焰閃爍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奔放仲係佔先嘅，數出嚟㗎嘛，優才型好威風，君子傳承追入邊偷位上，有安可，中間灰馬堅有利，最出嗰邊仲有風神同埋火焰閃爍，最後200奔放仲係佔先啊，君子傳承咧一路追緊佢，兩匹馬鬥緊嘅時候，最出火焰閃爍上緊，中間安可追緊，接近終點奔放埋邊，君子傳承過唔過到佢？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